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1月初9。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8篇，撒迦利亚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约翰福音第5章第19节到2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权柄。囝的权柄是啥物货？咱伫11月初5也有讲到权柄。牧师有提到讲，有侪人，甚至是讲牧师对伫这个权柄有错误的认知，就好像是真侪现代的人时常掠做民主制度所予因的权利是一种无限制的权柄，却袂记这权是对制度顶悬所予因的。权柄其实毋是无有限度的，民主制度限制权的这个界线，但是对基督信仰来讲，咱的权的限制，就是伫这个上帝的权柄所界限，或者是讲所想事的范围，人是袂会通超过。这嘛是伫伦理学的讨论的顶悬时常提起的部分。人袂当扮演上帝，就较袂当来超越上帝。先知撒迦利亚宣告上帝的应允，必定要互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城。这个应允就是上帝的权柄。撒迦利亚先知讲：“我渴望帮赞耶路撒冷，因为我深深疼惜遐的人民，所以我对伊的对敌来发受气。我要返倒转来伫耶路撒冷我的圣城，我要住伫遐。人要称耶路撒冷做信实的城。”尊上主万军统帅的山做圣山。先知讲了真清楚，上帝真毋望会使帮赞耶路撒冷，因为因受掠，国家灭亡。因不但是一个无权柄的人，更加是一个无毋望的人。上帝安尼讲：“我要对我的子民受掠去的所在，将因拯救倒转来；对伫东到伫西，将因带倒转来，互因住伫耶路撒冷。因要称做我的子民，我要做因的上帝，用信实公平来治理因。”都爱坚强，恁现在所听见的话，正是这个重建圣殿下地基时先知所讲的话。迄个以前无有人会通请伊去人甲精神，伫对着围雷的下面，无人感觉安全，因为我互人民互相对敌。但是现在，无搁再亲像永过安尼对待流落来人民，因将来要平安来夜景，葡萄树会结出葡萄，土地出产五谷，雨水要充足。我要将这个福气赏赐互流落来人民。犹大甲以色列人民过去外族捌咒诅，互相咒诅讲：愿犹大甲以色列所做有的灾会临到伫你的身上。
但是我要拯救恁，迄个时外族要彼此讲，愿你得到犹太甲以色列所得的福气，所以你着爱坚强，毋通惊。伫即段的经文中间，咱看见上帝讲爱拯救出来，要爱重建圣殿，佮甲以色列人讲，着爱坚强，毋通惊吓。这个话拢必须爱有权柄的，是先知吗？还是什么人？先知有讲有言的权柄，这是什么人予伊的？是无限的吗？当然毋是。上帝有权柄，予这个先知，所以先知就有权柄，因为因是上帝的代言人。忠实的先知就有上帝所赏赐的予因的权柄。但是绝对毋是因家己有的权柄。这个概念也亲像伫约翰福音第5章19、19、23节，安尼讲，我心中甲恁讲，囝要凭着家己袂话做什么，看见老爸做什么，伊则会通做什么。老爸所做的，囝嘛照安尼做。老爸疼囝，将家己所做的指示囝，伊要将比这个更较大的代志来指示囝，互恁感觉惊奇。老爸怎样互已经死的人搁赐活命互因？相款，囝也要对着家己的意思，赏赐性命互人。老爸家己无审判任何人，伊将审判的权拢交互囝，为了要互所有的人拢尊敬囝，亲像尊敬老爸一样。迄个无尊敬囝的，就毋是这个尊敬差遣伊来的老爸。耶稣基督在譬如中间讲着囝，就是咧指着伊家己来讲的。耶稣并且明白讲，伊所拥有这个权柄是老爸这个上帝所赏赐互伊的，并且也要互人来尊敬囝，亲像尊敬老爸一样。安尼完全授权，其实是犹太人所袂通明白的，更加是因无愿意相信的。也好那亲像保罗宣告旅程中间所拄着遐个犹派的这个犹太教徒，因无法度相信上帝赏赐互因毋免接受割礼的权柄，互这个外邦的基督徒，因反倒当用这个诚做理由、诚做借口来攻击保罗，讲伊目拉三上帝的圣殿。但是因袂记其实迄位互上帝授权的囝，才是有升起圣殿权柄的人。但是因却因为民主的问题来反抗上帝赐互耶稣基督权柄。耶稣基督讲，我心中甲恁讲，迄个听我的话，佮信找我来迄位的，就有永远的活命。伊袂至到互人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啦。我心中甲恁讲，时刻到啊！现在就是已经死的人要听见上帝囝的声音，迄个听见的人就拢要活起来。亲像老爸本身是生命的根源，伊也互囝成做生命的根源。伊搁将这个执行审判的权柄赏赐互囝，因为伊是人子，
你毋通为着即个事来惊奇，因为时刻要到，所有诶伫坟墓内底人拢得爱听伊诶声，而且得爱对坟墓出来。行好诶，搁活得着性命；行歹诶，搁活受定罪。耶稣基督诶降生就是上帝所赏赐诶权柄。耶稣基督正做以马内利诶代表，也是上帝权柄诶赏赐。耶稣基督传福音，医治人，帮助人，佮较是上帝权柄诶延伸。耶稣基督受苦、受难、被钉、受死，并且佮活上天，拢是上帝权柄诶赏赐。基督徒只是有来即个顺服基督诶权柄，才会当挺出一个真拄亲基督徒诶款式，才会当得到上帝诶授权来帮助人，互人得到福气。诗篇98篇，恁着向上主唱新诶歌，因为伊有做奇妙诶事。伊的正手成的手骨施行拯救，上主已经宣布伊的救恩，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伊会记得伊对以色列家应允的慈爱甲信实。天比海角拢有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称赞伊，着弹琴称赞上主，弹琴唱好听的诗歌学乐伊，着用腊八甲扫角伫上主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愿海甲海中间一切拢出声，世界甲万物嘛拢出大声。愿江河拍扑欢喜，众山岭伫上帝的面前做伙快乐唱歌，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用公义审判万民。感谢主，互着阮真做基督徒，互阮有传福音的权利。但是嘛，请求主，互阮明白，阮无有权柄，只有领受主你所赏赐的职权，来执行你所交代伫阮手中的工作，来荣耀主的圣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